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俾我老豆嘅吸煙滋擾我嘅日常生活，我嘅生活作息嘅時間點呢，就係有4個嘅。第一個時間點就係1989年嘅8月、9月。喺呢一個時間點裏面所發生嘅事呢，就係我屋企係裝修。我屋企裝修咗之後，我瞓覺嘅地方就改變咗。我原本係同我阿媽同我細妹係同一間房，瞓碌架床嘅上邊，碌架床嘅下邊呢，就係我阿媽同我細妹。咁喺呢一個嘅瞓覺嘅環境裏邊呢，我似乎呢就冇受到我老豆一早一晚食煙嘅影響嘅。咁而喺呢一個家居裝修完成咗之後，我瞓覺嘅地方就由同我阿媽間房裏邊就轉到去廚房出邊嘅木梳化。咁我老豆就係每一日嘅上晝同埋每一日嘅夜晚就會坐喺一個廚房嘅門口嗰度食煙，同我瞓覺嘅地方係只係相隔1尺、2尺左右，係一個非常之近嘅距離。咁由於係一個非常之近嘅距離，差唔多係喺我隔離就食煙咁樣樣，令我係大受滋擾，我瞓唔到啊。咁第二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1月至到2月之間，而呢一個時間呢，就係農曆新年。農曆新年嘅時候呢，農曆新年之前，其實我老豆大部分嘅時間呢，佢都係喺佢自己中國大陸嘅鄉下裏邊生活。佢係每一年係翻落嚟香港大概2至3次到啦。而農曆新年呢個時間呢，係佢通常都會翻嚟嘅一段時間。呢一個 Lunar New Year 就係佢翻嚟嘅時間。似乎佢都想翻嚟喺香港同埋我哋一家人一齊過年，定還是佢係想喺佢自己嘅中國大陸嘅鄉下裏邊避開嗰度嗰啲人而落翻嚟呢？不得而知。咁但係呢一個就係第二個時間。而呢一個時間點解係咁重要呢？就係喺我自己嘅日記記錄裏邊，喺我自己嘅記憶裏邊，兩個好大嘅資料庫。其實對於1989年8、9月時間，家居裝修完咗之後，我初初瞓喺廚房出邊嘅木梳化，受到嘅吸煙滋擾呢，係冇乜記憶嘅，冇乜資訊嘅。似乎嗰段時間我唔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反應，但係去到1990年嘅1月、2月呢個時間，我對於我老豆一早一晚喺我床頭嗰度食煙嘅呢一件事，就有一個好強烈、好強烈嘅反應。而呢個反應係有記錄留低嘅。第三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3月。1990年嘅3月呢，就有一個我自己中學校內嘅一個作文比賽。我話1990年1月、2月嘅農曆新年，我對於老爸吸煙滋擾呢一件事有好強烈嘅反應。點解我可以咁講呢？就係因為喺呢一個3月嘅時候，就係喺呢一個作文比賽，我就將我受到滋擾嘅呢一件事寫咗喺比賽嘅文章裏邊。
所以嗰個記錄係非常之清楚同埋準確。第四個時間點呢，就係喺1990年嘅5月。頭先我講過啦，我老豆係大部分嘅時間呢，佢都係其實係住喺中國大陸佢自己嘅鄉下嗰度。咁1990年5月嘅時候，咁佢就回歸香港啦。咁佢一回歸香港嘅時候，我嗰一日放學翻到屋企，見到佢好似一尊佛咁樣坐咗喺屋企個廳嗰度，我就知道我嘅噩夢又開始啦。而我當其時見到我老豆嘅嗰個嘅身心反應，亦都係非常之強烈。而呢一種強烈係令我自己亦都十分驚訝，亦都係由佢呢一次翻落嚟香港，佢呢一次令到我差唔多情緒崩潰嘅時候，我就開始寫日記啦。我開始透過寫日記嚟到去宣泄我自己內心裏邊嘅情緒。呢四個時間點，第一，1989年嘅8、9月，家居改動，瞓覺嘅地方改變咗，魯巴吸煙滋擾變成問題。第二個時間點就係1990年嘅1月、2月之間，農曆新年 Lunar New Year， 我老豆喺中國大陸嘅鄉下回歸香港，我受到佢吸煙滋擾非常之強烈。第三個時間點，1990年3月，中文作文比賽，我嘅文章記錄住過去所發生嘅事情，記錄住我過去受到我魯巴吸煙滋擾嘅影響。第四個時間點，1990年5月，我老豆再次由中國大陸回歸香港，我見到佢出現喺屋企嘅時候，情緒立即崩潰。以上呢四個時間點就係我可以比較肯定我嘅抑鬱病喺呢一個時期裏邊由冇病變做有病嘅一個嘅時間嘅一個嘅病變過程，就係咁。講到呢度呢，今次呢條片差唔多完結嘅，咁我做少少總結呢，就係點解我會強調我嘅抑鬱病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係成熟呢？點解喺呢個過程裏邊我係由冇病變成有病呢？我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視點嘅。呢一個 point 就係喺1990年5月嘅時候，喺呢個時候呢，我老豆再一次喺大陸嗰度翻嚟香港嘅呢一個屋企，我一見到佢出現喺屋企嘅時候，嗰一個嘅情緒反應係非常之強烈，我嘅情緒，我嘅心情係直插入谷底。而呢一個咁強烈嘅情緒反應係應該係我以前係所未曾經歷過。咁呢一個咁樣嘅改變就令到我確信我嘅抑鬱病係已經喺呢個 moment 喺呢個 point 裏邊成熟。原本諗住下一條片係講暗戀上陌生少女令到我抑鬱病啦。咁但係下一條片呢，我反而就係想將我喺以上嗰幾個時間點裏邊留低落嚟嘅一啲嘅文字記錄呢，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今次呢條片呢，就去到呢一度為止啦。咁希望呢，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啦。大家可以支持我繼續寫啦，支持我出版。喺往後嘅日子，如果有任何嘅交流嘅活動啊，亦都請大家大力支持。最後，我都希望我嘅願望徹底解決抑鬱病可以早日達成。今次同大家傾到呢一度，拜拜。